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咱2022年台语文学系列讲座。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志廷。咱这系列的讲座呢，是由咱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所联合主办的。咱这一档呢，特别规划四大主题就是希望使带大家来进入咱台语文学的世界。所以咱头一季呢，就是来紹解咱民間非常重要的即個念歌文學咱這一部分是由咱周定邦先生伊是這方面的專家來帶咱來熟悉。再來第二季呢，咱特別邀請咱成大台文系陳慕真教授用這個白話字的觀點來帶咱看台語的文學咱這部分嘛已經有非常濟即個台語文學作品咱帶大家來熟悉安尼。再來第三季呢，咱即個工作坊特別規劃予即個無台文書寫基礎，也是無即個使用白話字經驗的初學者互因來體驗、來使用、來實際來寫作再來咱第四季呢，咱就是特別邀請咱海內外的台文作家來甲大家分享講因創作的經驗。咱頂一個月呢，咱邀請咱高雄在地作家陳瑞文來甲咱分享。咱接續呢這個月還有後個月是咱海外佇咧加拿大甲美國的作家歐敏祥，還有即個陳雷先生。特別是咱今仔日個講座陳雷先生要來甲咱分享這趴的主題。過來咧，咱因為2022年嘛都要結束咱即馬目前嘛當在規劃講咱2023年的即個系列講座，所以你若有任何的想法，也是想要看到啥物款的主題，咱非常歡迎會使提供你的想法予咱好，接續佇咧咱活動要正式開始進前要來甲大家分享即個咱即馬目前社團有咧固定辦理的台語活動，也是咧做即個台語的事工。咱除了咱一個月一擺的即個台語講座以外咱逐個月第3個拜六也有辦即個咱線頂的即個台語開講會。咱逐擺攏有無共款的主題要來甲大家分享，嘛希望講大家會使來做伙來甲咱開講、來交流、來熟悉咱即個活動咧，就是要提供即個全台語的環境，希望大家會使佇遮真自在來使用台語過來若是講你有學過已經會曉台語文的人咱嘛非常建議會使來參加咱的讀冊會。來做伙來讀這個台文冊。咱目前協會有甲無共款的單位啦，有即個合作，也是講協辦即個台文的讀冊會。咱即馬目前逐禮拜攏有超過5場的讀冊會，逐個月嘛有20場以上的讀冊會，所以若時間會拄好，非常歡迎大家會使來參加即個台文的讀冊會。若是講你若是台語文還無熟手，也是還未曉想要進入、想要學習的朋友啦，咱嘛非常推薦會使參加咱即個台語的課程。咱協會遮目前每半冬攏會固定開課有初階班、進階班，嘛有為即個台語認證所設計的認證加強班，也是為即個想要建立即個台語環境的即個家庭有即個阿爸阿母的台語課，攏非常歡迎大家來報名參加。過來咱佇咧咱圖書館呢嘛有即個實體囡仔故的活動目前攏佇咧打到遮要甲大家講即個台語的囡仔故事咱佇咧咱線頂嘛有即個台語節目啦，或者台語小酒問還有其他無定期的活動啦，咱攏會佇咱的Facebook、YouTube， 還是講咱的 Twitter 才會公布所以大家若拍即個台文博覽會佇咧
拍这Facebook、YouTube 还是讲 Twitter 遮拍台湾博览会，就拢会使找到咱相关的资讯，也是咱FB 的社团吼，打到台记开讲社，大家拢会使找到遮的资讯吼。好，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吼，会使邀请到咱陈雷先生吼，咱台湾作家陈雷先生来甲咱斗阵开讲，来分享台湾创作我的台湾路这趴主题吼。台湾先生因为本身有用台语文写作已经超过30档的经验吼，所以要来分享这趴主题，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啦。咱陈雷先生嘛已经有留落侪这种精彩的台语文学作品，文类是不止啊侪吼。大家较清楚的、较知影的，可能是这部《乡树宝记》这部小说。咱之前嘛有无共款的读册会，嘛拢有针对这部小说，实际去读，实际去讨论，实际去研究吼。这部册嘛，小介互大家若有趣味，会使去找来读吼。活动开始进前吼，要先甲大家提醒，就是因为咱今仔日这场讲座吼是事先录影的，所以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陈雷先生的，请大家会使伫咧 YouTube 下底留过，咱伫咧活动结束会阁请陈雷先生来看，还是讲甲大家做回应。好，安尼咱接线吼，就甲咱时间交互咱吼陈雷先生。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即摆伫加拿大，我住伫加拿大已经今仔日足欢喜，咱打到台语开讲社，我即个机会来甲大家线顶开讲简单介绍我个人写作的经过啦，甲经验啦，我足希望用这个机会互大家会当至少了解咱过去台湾文学，特别是台语文学的发展甲变化。当然，这过去30-40档的物件真济，真困难讲伫短2点钟内拢讲会了全希望啦，咱搁过来有一节发问的时间大家提出你的问题来补充咱这个不足好，安尼我开始应当先来介绍我说明啦我个人这个过去社会语言的这个因为这甲我的写作真有关系好，请。我是1939年出世的，今年83岁啦我细汉的时阵，我的家庭拢是讲台湾话接受到中国话我伫大学的时间呢，1957到65年大学的时间，迄个时阵的语言环境是安尼，就是讲伫学校内伫学习讲课堂的时阵是中文但是其他的时间像讲学校以外，也是讲普通甲朋友倒来厝里阵，迄拢是台语的环境伫1965到82年，我1965出国来北美了后呢有一段时间到1982年因为生活真无闲，也无安定落来，所以真少写作啦有少数的中文一寡英文诗虽然我伫大学的时阵呢，我讲的话，我的语言环境拢是台文，但是我有写袂少诗拢是中文写的。1984年了后，较安定落来了后，伫84年到85年有开始写第一本的这个长篇小说叫做《百家春》这个时阵呢，我甲叫做过渡时期啦，因为迄就是我写作
为中文渐渐变做台文的这个过渡的时间。这个过渡是什么性质呢？也较听啊，我介绍这个八甲村这个小说的时阵呢，咱就会当了解了吼。1984到86年吼，我因为写八甲村的这个关系吼，决心要用台文来写这个文学吼，要开始为中文转变做台文来书写吼，所以我迄阵就开始准备用台文写文学的工课。第一步当然就是学台文吼。这个经过我会搁较详细说明一下。1986年了后，我的台文有一个基础了后，我就开始写第一篇的台文的第一篇小说，叫做《美丽的张罗拉》甲一两首这个台语诗这个以后到达30几章的全部拢是台文写作无过回头转去就对了好，安尼咱即摆来介绍这个毕加村这个过渡时期的内容到底是啥？好，过来一定 slide 这个我的台语文学这条路是为毕加村行起咱会使安尼讲。好，过来。毕加村这本书封面，这本是伫1986年伫美国公路部出版的伊的封面就是安尼真简单大家小可，大家一定拢知影啦。1986年咱这个台湾的戒严令也未解除迄是1987年的代志所以迄阵这个政治气氛学术气氛拢真严格也无什么改变就对了所以这个毕加村写完成了后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有啥物所在会当出版，会当送去到读者的手内啦这就是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伫这个进程呢，我先来介绍这个毕加村的内容啦咱伫这个1950年代迄个白色恐怖时代伫麻豆有出一个叫做麻豆案啦迄个就是因为麻豆迄个时阵有一寡人做一个这个读册会政府认为讲这个读册会读的册是红色的，所以遮个人拢起诉讲是飞碟结局就是有20-30个人互人判刑有死刑的，也有无期徒刑的，也有的是归档的安尼其中一个政治犯咱所讲的政治犯伊的名叫做李国民伊互人判无期徒刑伫火烧岛送去火烧岛这个李国民其实就是阮麻豆祖厝的麻豆人因兜拄好住伫我的麻豆祖厝的隔壁伫伊即个久长的即个互掠去关的时间的期间呢伊的看守家己一个人就伫阮祖厝的即个顶仔骹摆摊互囡仔抽糖抽鸡龟安尼在过日这个李国民到过身的时阵特赦才互人放出来放出来了后，伊人的精神都无正常空空无啥要讲话拢无甲人咧交接就对了这个咱即摆讲倒转来，这个毕加村这个出版的代志伫
美国出版了后吼，这个公论报啥，我小可介绍一下。这个公论，这个台湾独立建国人民是北美的机关报啦，吼啊，所以伊才有迄个意愿吼，甲胆量吼出版这本册啦，吼啊，伫美国出版了后呢，吼想要伫台湾出版，吼拜托伫美国的一个阿叔啊，吼，甲即个稿偷查转去，吼，约转去台湾，吼交互迄阵的一个政治受难者林树基先生，才经过伊交互郑南榕，吼，经过自由时代出版社，才伫台湾出版。咱拢知影，郑南榕伊是主张言论100%的自由，吼，所以伊才有迄个意愿，甲勇气就对了，吼，来出版这本册。这是毕加村这个家族甲出版的前后啦，吼。咱即摆吼来看伊这个伫文学上、文字上的问题。这是毕加村内底一个页面的相片啦，吼。咱大家拢看得出来，吼，这是中文写的，全部拢汉字中文。但是呢，我伫用黄色画出来所在，吼，对话所在呢是台语，吼。比如讲，我有2句讲材了，三节啊，这是安怎来的啦，吼。搁一句是。干因娘安尼修理，才袂阁搞怪，吼。这是台湾的口语，但是汉字写出来，吼，咱无一定读有啦，吼。但是迄个时阵就是这个写法，吼。这个结果会安怎呢？好，佮过来迄张，吼，这个结果就会产生足困难啦，吼。所以吼，我要说明这个困扰甲困难以前吼，先来说明讲吼，咱过去台湾吼，1945年以来吼，所讲的台湾文学的经过的阶段啦，伊的变化就对了吼。咱拢知影，1945年吼，以后呢一段足久的时间吼，咱台湾的文学吼，有2个特点。第一，伊的内容吼，拢是中国人的内容，中国的物件，中国的故事，吼。这是第一。伊的文字吼，拢是中文啦，吼。虽然讲是台湾文学，伫台湾的文学，但是伊有即个相定的实民文学的即个本质，吼。迄阵呢，真侪作家，吼，像讲白先勇啦、余光中啦，遮真侪吼，作家拢是即个即款写即款的文学，吼。这我甲伊叫做山寨文学，按中国山寨来台湾的文学，吼。其实这是一个真无根底的文学啦，吼，山寨。过来1960年到70年代吼，咱台湾这个文学论坛有一个较新的现象，就是讲吼，台湾的作者吼开始有人咧写关于台湾的就是讲伫内容的方面有小可想要改变，吼。虽然伊迄阵写的文字是完全中文，无毋对，吼。即款的改变当然受到迄个主流的中文文学的攻击、反对甲批评，吼。因拢认为讲无即项代志，无台湾文学即个代志，因为吼台湾的故事是无价值通去写，吼。这
这个时阵咱是叫做乡土文学啦，吼。啊，1980年代到这个乡土文学尾期的时阵呢，伊佫开始一个真深色的代表作品呢，就是我遮有写出来。一个是王정和先生的《嫁妆一牛车》，啊，另外一篇是宋德来先生的《拍牛南村》这篇，这个《嫁妆一牛车》可能大家知影迄阵有拍做一篇电影，啊，为什么特别会来讲这个代志呢？因为当然第一，伊是讲台湾的故事，100%台湾的故事。不过伊的语言伊文字啦，你若斟酌甲看有较特别的所在。比如讲王정和这个嫁妆一牛车伊用的中文挑伫做安尼歪歌，是出无真正统的中文。你若注意甲看，你会观察到这点。这表示啥物呢？表示王정和这个人，这个作者，伊认为讲用中文来写台湾的故事，特别是台湾庄脚的故事伊感觉无满意，伊要试用别种的中文，还是来书写，所以这我甲伊叫做讲是台乡土文学的尾声，台语文学的先声啦，就是台语文学咧等第一声的雷公，虽然还未雨还未落来，但是你会当听到迄个声，啊，伫1986年了后，即摆咱倒转来讲八甲村啦，就是为什么八甲村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到八甲村这个时代，这个故事当然是台湾的故事，白色恐怖的时阵的故事。伊的文字是中文，但是伊的对话已经是台语，有这个特别的所在，好，搁过来迄张。因为写八甲村遇到遮个问题甲困扰互我思考来有几个结论啦这个结论我伫1986年甲写做一篇短短的文章，叫做《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内面就是咧讨论啦。咱台湾文学啦，真正要开一条大路，会当好好来发展起来应当爱行什么款的路，有什么条件，咱才有法度拍开台湾文学的大路，改变台湾文学迄个时阵的困境，这篇文章伫台湾公论报有发表，伫台湾通信第10期有发表出来，好，搁过来迄张。这个结论我小可来念一下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第一，伊讲自来咱台湾文学拢是外语或者是日语，或者是中文，用外语写的，毋是用台湾话写的第二，伊讲用日语还是中文写台湾人的故事，伊的实质上是翻译的，或者是半翻译性的文学安怎讲？因为写的人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阵第一，伊爱甲伊熟悉的这个故事，台湾的故事
翻译做中文，翻译做日文，用来写，这是第一遍的翻译，过来到读者的手头，才会中文的写作，这个读者伊的母语若是台语的时阵，伊就爱搁甲翻译一摆，翻译做台语，来真正了解伊的意思，这个伫这个来回两摆翻译的中间，自然这个文字的正确性，伊的精细有路的所在，伊真正的滋味，会走失去，这就是自来台湾文学相定的弱点，这是台湾文学一个足要紧的弱点，会阻碍的所在。咱来看世界各国主流的文学啦，拢是母语文学，比如讲英语文学，法语、德文、德国的文学，因为主流的文学拢是母语，所以咱台湾的文学搁过来，若真正要会用会发展，当然就爱靠咱台湾母语文学的写作，甲阅读的能力，爱侪人会晓用母语写，侪人会晓读母语，安尼真正的台湾文学才会继续发展落去，这就是台湾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论述啦，个结论，好，搁过来。所以为这个结论了后，我自然就决心要用台文来写，要安怎起手咧？当然，我迄阵我会晓讲台语，嘛会晓听台语，但是呢，要叫我写台文、写台语，完全毋捌，因为我毋捌看过台文，嘛毋知讲敢有台文即个物件，迄个时阵你若讲台文，甲人讲台文，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台文，台语敢有字，你要写台语，台语敢有字，这是一般的即个反应，所以迄阵台文是足清楚、足奇巧的物件啦，毋过我有了解，咱其实咱台语百几年前就已经有真好的传统，叫做白话字，虽然伊主要是伫教会内咧用的文字，但是伊是真传统、真正确，会当表达咱台语的文字，而且这个第三点全罗马字，这就是白话字，迄阵呢，我的思考就是讲，若要写台语有三种无同的写法。第一，用全汉字，因为汉字你毋免阁学，我毋免阁学，我会晓写汉字但是呢，要用汉字来写台语要有足侪的这个变巧的所在。比如讲，我若要写用汉字来写，那就写做讲我要唱歌，我要唱歌，还是我要唱歌用汉字的意思甲音来代替，代替这个困难的所在，若要用罗马字、汉字来写，就是讲简单的方法，就是真简单的汉字的所在用汉字写，较困难表达的所在用罗马字写，这种写法其实伫1960年代王玉德先生都有在提有在建议就对啦，
用汉落，汉字甲罗马字连咧写。啊，这种写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伫迄个时阵诶环境，吼，因为大部分诶人会晓讲台语、听台语，啊，会晓读汉字，吼，啊，虽然有无困难的所在，用白话字写，所以这个减少白话字的成分就对了，吼，啊，互真侪人会当较容易踏入来这个台文的境界，吼。啊，要学罗马字吼，其实是无遐困难啦，吼，特别是咱即摆现代吼，即个网络资讯足发达吼，要学是足简单吼。啊，我迄阵学台语的即个罗马字吼，也较困难啦，因为也算是真技巧的物件吼。啊，即个罗马字基本吼，你若会晓即个字母。啊，会晓台语的声调甲变调，吼，啊，就真简单，吼。啊，我迄阵拜托即个伫台湾 Language Institute，吼，专门咧教外国人罗马字的一个郭女士，吼，郭富美女士，哦，伊白话字足巴足有经验的，吼，啊，伊亲身录影吼，录音啦，吼，白话字伊讲义伊甲伊录音落来，吼，啊个印 copy 来寄来互我，为台湾寄来互我，啊我家己自修，吼，啊无几礼拜后就好补啊拢会晓啊，吼，好，搁过来，吼，啊会晓了后吼。我就开始来试验，做一个试验，写第一篇的台文小说，叫做《美丽的樟脑兰》。吼，啊，这篇伫1986年完成。吼，啊，伊的故事是咧写讲，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吼，啊，一个台大松林系的学生，吼，啊，伊毕业了后派去阿里山松林管理所，吼，伫遐食头路，伫遐咧咧顾森林，吼，啊，这个中间呢，伊发现讲有人咧偷错啥，偷错森林，吼，所以伊就要写报告，要检举，吼，啊，其实呢，这个错森林的人就是这个实验松林管理所的这个主管啊，甲生理人斗空个啫，所以因吼为着钱的关系，就甲伊陷害，吼，甲共产党的这个团团啊，参到伊的所在啊，甲伊陷害，吼啊，检举讲伊是飞碟，啊，互人判5年，吼，这个故事就对了，吼，这个故事了后，吼啊，赶快。遇到困难的问题，就是讲要带倒一搭，会当啥物人会当甲你牵？吼啊？为什么有真大的困难？第一，伊是台文写的，无人读有，所以这个出版社吼，甲你印的人，伊嘛无一定会晓处理，吼，有这个困难。啊，第二就是讲，出版社伊嘛无迄个真大的意愿要甲你顶，因为伊无读者，吼，所以有即个真大的困难就对了，真大啦，实在讲诶，真大的困难，吼，啊，真特别的时阵甲所在才有法度通甲你牵啦，吼，啊，迄阵加州吼有咱台湾人办诶一个杂志，叫做《台湾文学》，吼，啊，迄阵陈宏明先生伊做主编，吼，啊，伊即个无徛伫商业的立场，吼，接受要看这篇文章，所以这篇刊伫第13期，吼，好，搁过来，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试验作品《美丽的樟脑兰》的这个画头，吼，的介绍。
这个试验作品诶是安怎才有会写着这篇啦吼。你简单讲起来就是讲，台湾的文学以来拢毋是母语来写，拢是外语写的吼。因为是外语写的，所以伊变做翻译的，也是半翻译的文学吼。台湾的文学若要想进一步的发展，继续发展的时阵，咱一定要爱用台语来写，变做主流的文学。这个美丽的上罗兰就是第一个试验产品，佮内底佮讲用汉语的写法，希望对台语生疏的人会当较容易踏入去这个门来，好，佮过来。伊的文本伊的这个页面当然你看这个下底站这个汉字大部分我有画黄色的所在就是罗马字这叫做汉罗南用其实罗马字的成分足低啦，5%以下啦所以这就是迄个时阵当时这个出版印版的方法的文本啦好，搁过来咱即摆来小可来讨论到达为止，这个用汉语书写的这个台文文学作品伊有啥物问题咱来小可来检讨一下我想至少有3层的问题啦第一，伫文字方面的探讨就是讲你要决定要用啥物款的文字，是全罗、汉罗还是全罗马字迄个时阵当然有伊的客观的台文的客观的环境，所以有需要用汉字，但是因为客观的环境无用全罗马字，所以用汉罗但是我认为这个久长讲起来全汉字来写台文，这条路是会愈来愈会真困难迄个理由真济咱即摆无时间通来说明罗马字应该是爱愈用愈济这条路才会愈阔第二个问题，咱要讨论就是讲台语文学作品你写作了后，过来要安怎来到读者的手头这个作品的通路有人来甲你印，要安怎有人来甲你销，送来到读者的手头，这是一个大问题伫80年代伫台湾要出版台文的作品我想可能伫迄个时阵要出版西班牙的作品更较困难迄阵的台湾人有人知影有西班牙的文学作品，但是真少人知影讲有台语文学的作品第三方面就是为作者本身的感受来讲经过这种种的这个经验甲碰到的问题自然这个作者会变做台语文的运动者，伊会感受到台语文处境的困难想要来安怎来改变这个困境
自然伊就变做一个运动者，亲像我本人吼，经过写作吼，写台语文学的作品，互我变做一个台语参与台语文运动的人，吼，所以以后会加入这个台湾通信的编辑、出版种种吼，拢是为遮开始吼。啊，其实迄阵的台湾作家吼，咱来甲形容讲，来是甲伊看做讲，伊是一个做事的人吼。这个作家吼，第一，伊爱家己去找这个做事的技师，这低头啦啥货，拢家己爱去做，爱去学，爱去做。第二，伊爱去找土地，伊要耕作的土地，吼，爱去开垦，这个土地伊爱去开垦，爱去压制，爱去压产，吼。了后收成了后，伊爱过去送去市啊，送去推销，这拢为头到尾爱包办得着，啊，这就是迄阵台湾作家伫80年代迄个环境啦，吼。好，多谢，过来。第一篇的短篇小说了后，吼，咱即摆来改一个方面来看，就是我来简单来介绍吼单雷小说吼，这个全面就对了吼，为1986年到2002年，这个大开啊吼，拢总单雷小说一个写啥货，这个物件，当然咱无法度真详细完全来讲到啦吼，不过咱来小可来介绍一下吼。好，过来。吼，这个表吼真复杂吼，啊，咱无需要一个一个看。这就是单类短篇小说的目录啦吼，拢总差不多135篇啦吼，啊，大部分拢刊伫台湾通讯或者台湾通讯网报吼，啊，我相信大部分吼，拢有收集伫单类短篇小说集第1册到第5册的内底吼，这咱过来会小可介绍一下。好，搁过来。吼，这5本册，吼，这是开龙杂志事业有限公司，就是金安出版社吼出版的，2001年出版的，拢总5本，吼。好，搁过来。这个135篇的这个短篇小说内底吼，有未少的部分是咧讲到这个白色恐怖时代的代志，吼，啊，这个上主要的理由就是讲，我亲身有经过，有看到白色恐怖时代的代志，吼，所以真自然会爱要甲写。另外一方面会感觉讲，这是迄个时代作者的一个责任就对了吼，因为敢若因即代人看到遮个代志，因会当写较详细起来，吼，所以有未少的部分是白色恐怖的小说，吼，当然其他的，还有台湾社会层面种种的，吼，人情世故、婚姻种种吼，拢有啦，吼。啊，我即摆来简单的来介绍几个啊，吼，大家小可了解一下吼。第一，咱伫遮有写着一个红牡丹，吼，2007年出版的，吼。这个红牡丹是咧写这个228的时阵吼，中国兵为嘉南港登陆了后，吼，啊一路屠杀落来，吼，
啊，为家人讲一直落来到7度8度安尼吼，然后抬落来就对了吼。啊，这个红毛丹就是咧写迄阵的一个故事吼。这个是伫228吼60周年的时阵吼，为着纪念228 60周年写的吼。啊，过来这篇宝石芬2012年吼，出版的吼。这个是咧写一篇这个无成功的恋爱的故事啦，吼，一个查甫人甲一个查某人少年的时代恋爱吼，啊，经过因为种种的原因吼，两个煞分开去吼，本来有想要结婚吼，啊，两个怎分开去吼，啊，两个到尾两个拢出国来到北美，啊，40人拢无过相见，吼，啊，有一摆真拄好，伫转去台湾的即个高铁的顶悬，两个无意料煞佫碰着，啊，煞相认着，吼，啊，相拄了后，吼，啊，则佫转去用原来少年的时阵，咧讲恋爱的所在，啊，啊，伫遐咧回想，伫遐咧感慨，吼，即死。啊，这就是保石芬这个物件啊。啊，开国公主哈，2003年啊，迄阵拄好 SARS 咧流行款哈。这是咧讲一个台湾哈，一个少年查某哈，伫开国公共饭店哈变少啦。哦，啊，伊不是咧想讲吼，这个开国饭店吼，内面迄个公主套房吼，若有一工吼，伊会当去遐住一个吼，毋知偌爽咧吼，啊，就使弄伊诶男朋友啦吼，去抢银行吼，啊用遐钱通看会当去遐住咧吼，啊真实啦，伊诶男朋友去抢银行吼，啊抢银行吼，但是抢银行中间迄个面孔翕起来。所以吼，要去住开国公主诶，煞袂当啊，对啦。啊，拄到迄个时阵SARS的问题吼，煞想着一步，啊，会当去遐住即个真正吼，去即个开国公共饭店住就对啦吼，是即则笑亏的故事啦，吼。啊，飞车路是1991年吼，迄阵吼，咱台湾当咧时行拼车。吼，伫市内也是伫即个高速公路吼，啊，骑后倒摆相拼，啊，不时就咧出代志，吼，啊，这就是咧写讲有写讲一个查某囡仔吼，为市内，为草地去市内要找头路，啊，找无头路，啊，着去拼车安尼吼，啊，看会当趁钱未吼，咧写迄个代志，吼。啊，即个面会2001年就是飞车路了10当下，这其实就是咧线落飞车路的即个故事啦，吼。啊，但是伊讲的代志完全无共啦，吼。这个就是咧写讲吼，即个作者本人，吼，作者本人啊，有一回吼，为加拿大伫加拿大机场要转去台湾吼的时阵吼，伫机场吼遇到一个查某人吼，哦啊穿甲足水足漂亮，啊两个伫遐讲吼，后原来才知影讲哦，即个查某人吼，就是伊10当前写的迄个拼车去撞死迄个查某人吼，啊，迄个查某人甲伊讲吼，讲你写安尼毋对，我其实无死啊，吼，我当无死啦，啊，我超工要来找你吼，要甲你考试吼，讲你迄阵是安怎，遮我变做像一个歹查某迄款诶吼，
你应当爱负责啥货啊是啊毋是着尾啊，即个就安尼分手啦即个详细情形我莫讲啦啊是啊毋是即个作者单位转去到台湾的时阵落尾啊才发现讲即个真正的答案这我先记莫落实大家有机会才去看即篇小说免费结婚呢，这是咧讲即个台湾迄个时阵少年查甫查某伫要选择婚姻的即个经过甲伊的条件啦，种种迄个心理啦讲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逐项条件拢真好，但是伊有一个缺点，就是讲伊的手骨遮有一个足大的鳍足大的鳍呢，即个鳍挂袂掉愈挂愈大鳍无法度真歹看就对了所以伊拢穿长的衫扎条咧。有人介绍一个上等博士火箭博士啥货来介绍伊条件啦真好看了有介意，但是落尾即个查甫人即个少年知影讲伊手翘有一个大诶鳍煞即个意愿煞改变伫讲即个心理复杂诶即个问题矛盾诶问题就对啦这是经婚1989年即个出国即项代志也是咧写即个228迄个时阵咱台南市有一个真出名诶枪杀案就是黄德忠先生伊伫石上公园互人枪杀诶代志即个枪杀迄当时遐枪杀诶兵禁止人去甲黄德忠收尸啦伊诶尸体等伫遐3工落尾才有人去偷收去即个出国即项代志，就是咧讲即个落尾才发现讲即个偷收尸诶人是啥物人互即个出国即项代志，即个作者即个讲话者啦伊出国转来了后，才发现讲即个收尸诶人是啥物人即项代志规人阿嬷2000年写诶主要是咧讲即个咱古早时代咱诶阿公阿嬷时代即个台湾社会查某人诶即个地位诶问题啦即个规人阿嬷少年诶时阵，互人骗去嫁一个念伊要死诶即个查甫人嫁无偌久生囡仔了后，完无地位，互迄个家庭甲赶出去甲赶出去囡仔拢毋互伊带出去即个规人查某人互人赶出去了后，无依无靠差不多做乞食迄款诶落尾伊诶后生伊诶囝知影即项代志伫遐咧三心两意，想讲是毋是要认伊即个老母，甲伊以前细汉甲伊放杀诶老母，也是毋甲认即个问题好，因为时间诶关系咱即剩诶即两个就莫讲咱佫过来跳来即个 next 佫过来即个 slide 就来简单介绍一寡即个长篇甲中篇诶小说即个毕加村当然咱拄则有讲过第二个李石头诶古怪病1991年写，即主要是咧写讲即个麻豆所在一个
查甫人啊，享着一个得着一个病，得着一个奇怪的镜头就对了吼。就是伊享着吼，想讲伊是吼，真爽势的中国人吼，啊，拢讲中国话啊，啥物啊，看人无起吼，伫讲这是一个口说啦，口说讲咱台湾人吼，失去台湾人的认同吼，这个故事啦吼，啊，这是台文写的，但是吼，伊的文字嘛是一个真过度的，咱确定可能会看到吼。啊，乡树补起，这是一个长篇的小说吼，像我所写的这个小说里面上介长篇的吼。啊，咱最后最后才来介绍，详细来介绍吼。啊，过来这两个最后甘蔗园甲白色甘蔗园吼，2017、2018吼，其实是这个白色甘蔗园其实是这个最后的甘蔗园佮改写过吼。啊，是这个岛乡台湾工作社出版的啊，内底的内容我确定会小可介绍。啊，台稿是2018年是经过一篇第一篇的小说台稿，甲伊写较济去，写到中篇啊，发表伫台湾通讯这个杂志。啊，最后即摆也当咧写的，还未结束的一篇叫做《山顶行的秘密》，这是中篇的小说好，啊，搁过来。倒转来这个李石头的古怪病吼，这个内容咱毋免搁讲啦吼，请大家注意吼，这个文字的问题文字吼，大部分是汉字汉罗南写，啊，小部分是这个罗马字但是你较注意这个每一个罗马字后壁拢有这个符号，内底是汉字，用中文注解，像讲地就是伫倒的地中文就是在什么所在这款的写法这款这嘛是伫公论报才有法度通出版，有迄个意愿甲勇气甲你出版因为对这个编辑者来讲是足大足头疼较疼的代志，因为迄阵这个罗马字也无电脑通处理啦这个复合啥货这编辑拢都爱一字字用手来标这个调号这就是李石头的古怪病这个文字方面的问题就对了好，搁过来。拄则咱有讲到这个白色甘蔗园这个2019年3当前出版的，算做真最近的物件我这个内容我真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咧写讲咱台湾这个农业是的社会为农业社会开始，迄个时阵呢，较代表性的农业社会就是讲伫甘蔗园查某囡仔伫遐咧种植收成甘蔗拿笑歌，迄款的农业社会啦一直演变到即摆现代，咱转型正义拄则起步的这个社会中间咱当然经过真大的变化，228啦接煞这个要到半世纪的这个白色恐怖这个中间种种的变化啦真侪人这个不幸的经验这就是写一寡这的人因的心理的经验因所经过的代志，因的苦痛艰苦的代志但是才有讲这个苦痛的代志是用较轻松的口语抹粉的口语来说明希望讲虽然是安尼，完全
保留咱即个台湾社会吼，即个过去的即个集体的记忆就对啦吼。这是白色恐怖诶，即个大开啊的情形啦吼。咱即摆来讲另外一个教说以外即个创作就是戏剧即个方面戏剧即个方面，我想来分做四个题目来讨论啦吼。第一就是为什么要写戏剧什么理由、什么动机？第二就是这个戏剧伫写作的时阵，甲这个台语运动的牵连的关系第三就是小可来介绍我所写的戏剧的这个形式我是舞台剧，还是广播剧，还是正剧第四项小可来讨论我所写到的戏剧伊实际要表演的时阵呢，一寡条件所以咱为这四个方面来讨论就对了好，过来迄张，我大部分的戏剧拢收集伫这本叫做《单雷台湾话戏剧选集》这本册来这本选集呢是1996年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会出版的我写第一篇戏剧的年代是1994年迄个戏剧的名是叫做《凤凰起飞》的时阵这本选集内面的戏剧大部分拢是1994到1996中间写的过来，这是这本册内面收集的这个12场的戏剧大部分拢是舞台剧较简单的、较短的舞台剧上加无超过4幕啦唯是这个广播剧无舞台表演，敢若一个啊是两个、3个人用讲的有时配迄个背景的音响的效果这叫做广播剧。比如讲咱遮这个第9生囝发疯11号转来去，12拼生无拼死，这拢是广播剧剩的运动拢是舞台剧这个厝边隔壁甲有耳无喙咱过来会较详细介绍一下港北也要选举是咧写这个90年代迄阵台湾地方选举的这个情形的代志啦凤凰起飞的时阵呢，是咧写迄当时台湾这个捷情行业的一寡代志这个我转来去甲拼死无拼死是咧写即个台湾即个乌社会有人迄个卖药去偷摕卖药来的钱出的人用结果乌社会人甲除掉就对了即款的代志过来。即个伫即本选集的尾头，我有小可介绍几个要点第一，说明即个写戏剧即个动机啦其实写戏剧
我个人的动机是，毋是为着戏剧本身啦，是主要要利用戏剧来做台语文运动的即个工具吼。因为戏剧甲小说无共吼，小说是互人读吼，戏剧是互人看，逐个会当看人表演吼，听人讲话安尼吼，所以伊的功能有无共啦吼，是希望吼用即个无共诶物件来吸引无共诶对象就对了吼。第二点吼，因为迄阵咧，台语文运动吼，即个客观诶条件真受到限制吼，咱无遐人力，无遐资源吼，种种会当做较正经诶、较大型诶吼，较正统诶艺术，所以这是所有诶即个舞台剧伫真内面拢是真简单吼，而且咧，伊所要求诶布景啊，吼，演员诶即个即个背景啊，种种拢真简单吼。我拄则有讲诶，除了舞台剧以外，还有广播剧，因为广播剧佫较简单吼，毋免几个演员，也毋免舞台吼，所以真合即个台语文运动迄个时阵诶条件就对啦吼。好，佫过来，我再来简单介绍即个厝边隔壁吼，甲有耳无喙即两个舞台剧吼，因为即两个舞台剧咧，有捌公演过吼。即个厝边隔壁吼是刊伫台湾通讯41期啦吼。即个简单的故事就是讲吼，伊是咧写1992年代吼，三个厝边啦，三家台啦吼，用即三家台诶即个故事吼来表现吼，迄个时阵台湾个社会阶层诶即个矛盾吼。第一个家庭是生理人诶家庭吼，按咱实民甲非实民即个社会环境来讲吼，因是算做较中间者啦吼，因是敢若有生理通做吼，生活会过安尼，因都无去计较别人吼。第二个厝边是一个乌名单人物诶家庭吼，伊诶爸母伊诶后生伫美国互人定做乌名单，袂当转来吼。会使讲是白色恐怖迄个受害者诶家庭吼。第三个家庭是即个实民者政治单位人物诶家庭吼，伊是徛伫实民者诶立场吼，来做伊生活诶即个阶层就对了吼。所以即三个厝边隔壁三家台啦吼，表现即个复杂诶关系啦吼。好，过来。另外，迄出叫做有耳无喙吼，伫1995年刊伫台湾通讯第47期。即个故事是咧写讲吼，迄个时阵台湾一个足普遍诶，会使讲标准诶，即个母语失落诶家庭啦吼。即个家庭内面有三代人吼，阿嬷迄代吼，伊敢若会晓讲台语吼，会晓讲华语，袂晓讲别项话。伊诶新妇迄代会晓讲华语，也会晓讲台语，但是伊拢毋爱讲台语吼。伫厝内、伫厝外拢毋讲台语，因为伊看台语无起，无路用吼。第三代就是
即个查某囝也是伊个查某孙即代呢，即个查某囡仔呢，厝内因为厝内无咧教，所以伊敢若会晓华语，袂晓台语。所以即三个人诶中间呢，即个语言诶沟通，甲感情诶互动呢，拢受到真大诶即个冲突。主要出舞台剧就是咧描写即款诶价值。过来，伫遮我来互大家看一小节啦，2-3分钟诶，即个迄当时伫演舞台剧诶录影啦，好，咱即摆开始来看一个。哎呦，气死人了啦！今天又跌停板。小金太要袂转来啊！今仔日补习7点才会到厝啊。10岁囡仔屁，读甲无眠无日，连食饭的时间都无哦。等下暝就要去美国啊！补习班无去，嘛是无要紧的啦。这哪会使？人讲输人无输阵呢，若是无补习，互人看无，是很没面子的。我是讲真无面子啦。实在伫遮着读甲惯死啊，无一定爱去美国啦。无喏，这哪会使？小金去美国读册是伊的福气呢，并且等阮若老啊，嘛会使分伊的福气去美国养老啊。小金去美国住阿官遐，家己的阿姑那家己的厝，伊免操烦啦。妈咪，阿嬷，我回来了。转来啊！巴肚枵甲人什么？紧去洗手，紧去洗手。阿嬷才来。阿嬷，你在说什么？阿嬷才来去甲你传哦烧啊！好了，不要讲，卖讲了，你赶快去洗手，然后赶快来吃饭。这个囡仔逐项会啦，就是拢唔甲你应话啦。阿母啊，你都不时甲伊讲迄台语，迄伊都袂晓，你叫伊安怎甲你应？这台语咱的话唔讲，无是要讲啥？国语我都袂晓啊。你就是不时讲迄台语国语毋则拢袂进步。我甲你讲迄国语袂晓，毋是生成的呢。台语袂晓，讲就是生成的，奇怪啊！咱这个囡仔真是咱的话，你教真2句啊，迄亲像去教教着，你唔当嘟嘟。好，安尼大家看出来这个录影第一伊品质毋是讲真好啦拢是毋是真专业的录影啦迄个布景嘛足简单啦但是遐演员实在是足精彩好，咱搁过来看迄页迄个 slide。这就是迄当时这个伫写无的时阵的相片这2出戏剧是伫1996年第2届世界大文营伫加州演出的啦迄个时阵
拄好即个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也伫遐开吼，甲即个全美即个台湾东乡的即个妇女会也伫遐开，所以吼拢总400-500个即个观众来伫现场伫留者吼，大家看甲感觉足新鲜的，虽然吼即个布景足简单吼，演员拢是遮个大家伫台顶的拢是第一摆演戏吼，毋捌上台过吼，我小可介绍即几个吼。即个上倒边挂目镜，即个先生就是林宗元先生吼，伊的诗吼，互王明德甲写做歌，来用做即个有耳无喙吼，即出的主题歌就对啦吼。伊的隔壁就是陈雷写即个卡本的作者吼，陈雷隔壁就是 Christine 吼。伊伫即两出电影拢是算做主角之一啦，吼当即个当的吼，伊就是有耳无喙，拄则咱看迄个演阿嬷迄位，吼伊的隔壁叫林昂权先生，伊是 MIT 的电脑的博士，吼伊来伫即个厝边隔壁电影吼。演一个德家吼，演了足精彩。佫过来迄两位查甫人，就是厝边隔壁的两位家长，吼，演家长的。即几个囡仔，吼，拢有上台。上正边迄个查某囡仔，吼，差不多10通岁尔啦，10岁还是几岁？吼，伊会晓台语，会晓华语，佫会晓客语，吼。所以伊演甲足水，逐个拢看甲足新鲜，足甘心的就对啦，吼。所以伫真有限的即个条件的限制的顶面呢，咱台湾人伫国外伫美国也会当享受即款真会使讲真丰收的即个表演就对啦，吼。好，佮过来，即个表演吼，互我其实加足有信心啦。认讲吼，就是讲迄阵想讲吼，用戏剧来补助即个台湾运动吼，迄个有效的效果吼，实在无毋对啦，吼。所以咱即摆来甲检讨吼，过去甲现代即个戏剧吼，伫台湾运动的即个角色啦，吼伫1995年迄个时阵咧，吼，咱台湾人吼是有耳无喙，吼，到即摆咧，咱变做无耳佮无喙，吼，真侪人袂晓听佮袂晓讲，吼，伫差不多30当前，吼，迄是大部分的人，吼，会晓听会晓讲，但是袂晓读袂晓看，吼，所以佫退一大步，台语的环境佫退一大步，吼，要安怎来阻挡即个台语的消息，吼，真好加在，吼，比20几当前讲起来，咱即摆有现代的即个资讯的科技来帮助咱，吼，每一个台湾运动者，伊的功力吼，借用即个现代资讯的科技吼，会当放几啊倍，放几啊10倍，几啊100倍，安尼吼。比如讲，咱会当用自媒体，吼，来。差不多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办一个台湾通讯即个物件，吼，差不多每一份人拢会当来做一个 podcast， 来做一个电台广播电台，安尼吼。伫遮吼，
即个利用现代科技来救台语吼，一个真好诶例啦。哦，我特别来介绍，即个就是专门 K 电台，即个电台。好，搁过来，即个专门 K 电台吼，是伫咱台南新华迄搭啦。哦，1996年开始诶。哦，伊拢吼专门吼，甲台湾台语诶文学作品吼，甲伊改编做广播剧，也是音乐诶广播剧。吼，伊有一个叫做台湾语文学广播剧系列。吼，另外佫一个是78转音乐广播剧。吼，到当吼，拢总有300几部诶即款诶广播剧已经做完成啊。吼，比如讲，吼，单类有写一篇第一篇小说叫做《闽南槟榔路》。吼，伫闽南，咱台湾闽南遐咧卖饭团，做饭团西施诶，即个查某囡仔诶故事。吼，专门去电台咧，吼，改编，吼，利用即个30年代以前诶即个台湾诶流行歌叫做《烟花爱》。吼，来配甲来甲伊安尼交叉编辑。吼，变做一个足水气诶广播剧。吼，我真推荐。吼，大家若有时间吼，上即个电台网站去甲，吼，真济足有水准。吼，嘛足深色诶。吼，即个广播剧。吼，嘛是一个咧学台语一个真好诶即个网站就对啦。吼，好，搁过来。好，咱这些讲了吼，我即摆想要用一撮仔时间吼，来细倒转来讲即篇长篇小说。吼，伊诶原因呢，除了即篇小说咧，即个分量以外吼，抑佫有伊诶真较特别诶所在啦。吼，所以我用一寡时间佫来补充来说明即篇长篇小说。吼，这篇小说呢，是伫1998到2003年即个中间写的。吼，原在是即个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就是金安出版社。吼，伫2008年出版。吼，好，搁过来。简单讲来，即个乡土补给是咧写啥？伊诶内容是啥？吼，迄就是为19世纪初开始诶故事啦。吼，迄阵故事开始就是讲伫神话。吼，台湾县神话，即摆台南县啦，神话。迄个大内迄个所在有一个隘口，这隘口就是古早吼，即个平地甲山地即个关口就对啦。因为迄阵即个山地诶人甲平地人定定冲突。吼，就爱设防。吼，派兵倒遐顾。吼，这叫做隘口。即个隘口呢，有请即个爱丁，就是兵来咧顾。吼，遮诶爱丁吼，拢是即个平埔族诶人，西亚拉诶人。吼，有一个爱丁。吼，这做头伊是一个汉人诶罗汉脚。吼，定定要欺负遮西拉雅人。吼，所以到尾伊互遮西拉雅人诶一个查某囡仔甲杀死，头壳甲水掉。吼，因为即项代志呢，害着遮诶即几个呢，西拉雅诶爱丁呢，爱逃命。吼，爱逃命。吼，所以有一部分有几个家庭当。吼，走入去山内。吼，经过即个迄个拔溪来到玉井。吼，
啊，佮当走，经过即个南亚城溪，走来到日本时代叫做阿高厅，吼，就是屏东啦，吼，即摆屏东啊，即摆可能改做高雄县啊，吼，个所在。啊，最后呢，还佫搬过即个中央山脉，吼，去到宜兰，吼，这就是当遮个吉拉雅人道命的路线，吼。啊，剩呢，遮个爱丁呢，西走，吼。啊，对即个原理溪就是咱即摆闸门溪吼，一直落来，转来到嘉南平地吼，啊，遮算讲佫转来到因古早西海亚的原乡就对了吼。啊，为遐为头佫起吼，开始佫拍徛起啦。啊，这规篇故事就是咧写即几个家庭吼，伫即个200几档的中间呢。所遇到的代志，因甲即个外来人，主要是汉人中间的互动，吼，安怎对付即个汉人的压迫，吼，剥削，吼，种种，吼，啊，毋过真不幸，伫即个中间呢，因渐渐失去因的语言，失去因的文化，吼，啊，失去因的社会的结构。啊，最后失去因的认同，哦，所以到今仔日，伫咱台湾人现代的社会，会使讲，吉拉雅人即个物件已经无去啊，咱看袂到啊，哦，即个汉人甲咱的教育嘛是讲。所有的台湾人拢是汉人，啊，无即个西拉雅人的即个成分伫，啊，这当然以后呢证明讲毋对，啊，其实即个西拉雅人族群的根，因的血统，因的 DNA 也伫即摆。大部分的人，台湾人的中间，吼，啊，这就是一篇杨树宝记上要紧的这个重点，好，好，过来，这小杂的，就是伫这本杨树宝记内底的一个方面内底一段短短话啦，吼，啊，我甲杨树宝记吼叫做称呼做台湾族群的文学，吼，因为伊是咧主要是咧写台湾族群的故事，吼，啊，这篇小说，吼，是用台湾北部族西拉雅人做中心的社会乡土的小说，啊，作者希望经过这个小说，啊，会当打破过去汉人单元做单一的中心这款的历史观，啊，甲台湾这个社会认同历史观，甲伊扩大来包括这个北部族的这个成分伫因内面，吼，安尼希望咱的认同、咱的历史观、咱的政治的世界会较宽深，啊，上重要的，也会想法是正确的想法，啊，以前的古早的台湾人的汉人中心的认同是无正确，啊，好，过来，这是简单的这个时代啊，这个详述补起这个大数的年表啦，吼，我简单甲列出来，吼，咱毋免详细看啦，吼，啊，伊这个起头吼是1770年啦，吼，这个时代啊有一个诗啊甲写，吼，这个写
诶番客做开始。番客就是讲吼，迄阵地部族诶人诶土地，吼欠人耕作啊，租互即个汉人来耕作，啊拍客约，吼啊这客约一半是中文，一半是汉文，啊一半是伊拉雅字，就是新港文，这文献到当拢也有啦，所以这是为这是这个杨树补给的这个为只起头就对了，过来经过真济勘站，分做西树甲东树补给，一直到上界近代，咱这个高雄这个美丽岛事件，甲迄个以后种种，咱这个地方的选举啦，种种啦，也一直到上界近代的时，好，过来。过来，我想要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这个橡树补给的形式，就是讲写作的经过啦。这个中间我来介绍讲，这个写橡树补给为篇小说的动机，希望讲为这的说明呢，互读者会当较容易了解这个橡树补给内底作者是咧写啥，恁可能会当较容易来了解，好过来。橡树补给上起头是1998年伫台湾通讯55期刊出来第一篇的小说，这是一个足简单的故事，写一个小所在叫做布仔寮，伫迄个所在有几个小人物的代志，这个小人物一个是叫做勇伊是遐一个德家另外一个是菜店的查某囡仔叫做金枝，另外一个是菜店的老苍头，过来也有讲到这个所在一顶野狗的代志，真简单的无虾米特别这个短的小说。过来，这个短篇小说了后一两冬来我头壳来开始想讲是毋是要甲这个短篇小说甲伊写较济咧来写啊一个变做一个较完整的这个白色恐怖的故事，找共这个所在，为这几个小人物的角色，佮增加这个角色，为一个白色恐怖的这个案件叫做总统案，甲伊开展出去，这个总统案就是讲伫布仔寮这个所在呢，有几个英人有一日食酒讲酒话，伫遐头头讲话讲伊要选总统，话讲伊几岁就会做总统啥货安尼，凊彩讲当然伫迄个戒严令的时代这拢是真大的不该的代志，就会互人灭过拖去判刑就对了有的人判无期徒刑种种过来。拄当咧写这个总统案白色恐怖这节故事的中间有一项代志互我一个真大的这个冲击就对了头壳袂使乱讲到，迄就是伫这个2000年我
我有一个真好嘅朋友，伫加拿大嘅朋友吼，甲我熟悉20几冬，足好嘅朋友足熟悉啦。有一日吼，无代无志，伊甲我讲伊是反啦。我就是讲伊咧甲我滚笑吼。其实毋是啊，伊摕伊诶古早吼日本时代诶户口成本我看，吼我则吼用才了解即个反是啥物意思吼。好，过来。即个吼，就是即个日本时代一份即个户口成本的影印就对了吼。即份户口成本吼，内底吼，伊所记载上早的年代是大正7年，1918年啦，伊的所在是台南州新丰郡这个所在这个内面吼，咱拢知影日本时代这个户口吼，户口足要紧做甲足详细这个影印本吼，其实有两页啦吼。咱来看吼，这个除了这几个这家伙内面的几个人以外吼，伊当时搬入来，当时搬出去，围倒搬来要搬对倒的，拢真详细而且内底佫有记载吼，你有证书无你有食片无，还是有绑卡无种种但是呢，这个以外上界深色的，就是有一人叫做这个种族啦，你属什么族，属什么种伫遮吼，咱来看有这个色，这个种，这个种族，就是色番的意思这个以外还有一个色福，这个人伊干来做伊是色福就是讲色番也是河洛也是会使讲色番也毋是，河洛也毋是，这个人做伙一个啦所以呢，日本人甲咱台湾人的种族分做这个青番、色番到色福才到这个河洛这几个族。好，过来。所以这个户口成本其实互我一个足大的疑问袂当片面的一个疑问甲论点第一，就是台湾人什么人什么人才是台湾人这我的结论就是讲，啥人来定义的啦？你若日本人，伊甲咱定义讲咱台湾人是青番也有色番，也有色福，也有河洛，这几个种族这个就是台湾日本人甲台湾人的定义啦咱若看中国人甲台湾人的定义是啥中国人讲咱台湾人就是汉人，除了汉人以外，拢毋是台湾人。有的台湾所有的其他毋是汉人的，拢是番毋是算做台湾人这是因的假释，甲因的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为咱即摆现代台湾人的眼光根据近代台湾人的历史、科学的证据，这个定义拢根本上毋对科学上也无正确所以好过来。所以
这个台湾人哦，嘅定义呢应当爱个全部来改变哦。咱台湾人应当是以上种种别人甲咱定义落来的南做伙的一个种族。你若要讲民族也会使，比如台湾民族还是台湾种族，哦，这甲以前别人互咱的定义拢完全无相，这就是新的台湾人的定义，哦，这是我写向有保持的一个结论，哦，你若认同这个定义咧，哦。甲台湾的历史，用这个新台湾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你看到的物件就会无相。好，比如讲，咱近代人所讲的白色恐怖，是为1945年中国人来了后所做的代志，恐怖的代志，压迫、压杀、欺诈的代志。但是呢，你来用新的台湾人的定义呢，这款的代志，其实是古早，外来人来台湾了后，都有发生的，是来啊人因所经过的，对因来讲，就是一个长期的白色恐怖，我同意这个看法，所以我自然就把这个当初保持这个白色恐怖，甲伊拖搁较长去，范围拖较宽去，用西史补给来甲伊补充，一方面用西史补给来说明这个西拉雅人200年中间这个抗争变化突变，这个历史经过，好，过来，这是这个手稿的相片啦，过来，我写这个乡土补给有学到啥物？学到真济啦，简单讲话，第一，我的台湾认同变做较深较宽去，按我少年时代人洗脑的这个汉人中心的这个观念改变，因为安尼这个历史观嘛，当时会改变放大去，这是足重要的变化，搁过来就是伫这个写乡土补给的中间呢，我才有机会去学到足侪物件，因为为着写这篇小说，我爱去收集真济台湾的地理、历史、人物，甲地方的传说、地方乡里的故事，种种，这个物件呢，伫学校内无迄个机会学到啦，袂甲你教，所以这是一个无聊到的一个学到的物件，好，过来。这个乡土补给到遮一节啦我小可讲我即摆咧写的因为我即摆也咧写，所以这个乡土补给后也写一篇长篇中篇的小说，叫做《山顶家的秘密》这也未完成，也咧写的中间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天界有一种花叫做过门仔花啦，有一日神甲这个过门仔花相属来到互人，来到咱人间
啊，其实这个顾问仔会小说落来内底，哦，有藏一寡神要互咱的秘密，哦，啊，这个飞天故事就是讲，这个花来到咱人间了后，这个山顶行的人安怎来一言一言来拆破这个秘密，来学着这个天顶顾问阿花要甲人间讲的代志啊，这就是这个山顶行的秘密啦，吼。好，过来，好，到遮吼，咱会使讲来回头来看转来，这个台湾文学这条路，吼，为1986年到2022年啊，今年为第一篇美丽的上脑啦，到像即摆在咧写的山顶行的秘密，一条路行来，哦，啊，回头来甲看，是上开始的时阵，哦，我是因为文学艺术的出发点来写台语文学，哦，啊，无语了，一个脚踏入了自然，参加变做台语文的运动者，哦，啊，这20-30年来，30几年来咧，哦，到达亲像佫坐一大轮，佫倒转来啊！希望讲即摆咱台语文的环境，哦，会变甲到真好，咱每一个台语文的作者，毋免自然会变做有需要变做台语文的运动者，哦，这才是台语文作者的一个幸福甲期待就对啦，哦。啊来咧，我要讲，你可能会问啦，吼，为什么咱要讲台湾文学？哦，啊，这个台湾文学，照我看来是啥物？哦，我认为这个台湾文学，吼，咱顶悬有讲过，所有的，吼，有活力的主流的文学，全世界拢是母语文学，啊，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种种拢是母语文学，哦，啊，这个母语文学才有伊的活力，才有伊的根，所以咱要讲台湾文学，应该伊的主流是台语文学。啊，另外一点，台语文学有啥物真宝贵的效应？吼，伊若发展了后，会有啥物宝贵的效果出来？我认为，侪人来写台语、写台文了后，吼，渐渐累积起来，会甲咱台语、台文即个真水气、真精彩、幼路的所在，渐渐会甲结晶出来，上好会留落来，吼，这就是台语文学，吼，长期的效应，吼，好，搁过来。啊，我关于台湾文学有啥物愿望？啊，简单讲起来，就是伫阮即代台湾文学90%拢是真沉重的代志，因为阮的经验就是安尼，这是历史，互阮会答，啊，阮即代的人就爱来甲写起来。因为搁过来迄代，因无亲身经验着，可能因较无容易来写，吼。啊，咱若是强要来讲，每一代作者拢有伊的责任，吼。
咱会使讲，即个责任可能就是迄个作者，会甲迄个时代咱台湾人的感情写出来。我足希望过来的少年人，伫写因个时代的代志的时阵，会较快乐、较轻松，是较欢喜的代志，甲咱台湾文学，打出去即个沉重，艰苦的历史的苦仔来，其实即摆现代的台语文学、台湾文学，已经跳出即个苦仔，这是大家甲咱家己恭喜的所在，多谢大家过来，好，搁过来，我相信问答的时间请大家提出问题，咱来讨论。好，今仔日非常多谢陈雷先生甲咱分享台文创作的经验，佮伊的看法咱嘛希望呢，透过陈雷先生经验的传承，会使互更较侪人伫咧未来有机会通投入台文的创作起做咱真正正港的台湾文学啦。因为今仔日咧，咱讲座是事先录影的所以请大家若有任何的问题，毋免设字咱会使伫咧咱 YouTube 下底留话，咱嘛会搁请咱陈雷先生来甲大家做回应。上尾咧要搁甲大家放送咱伫咧咱后个月12月18有咱上尾场，今年上尾场的台湾文学系列讲座，咱是邀请共款住伫咧海外美国的台文作家吴明祥先生要来甲咱分享要分享即拍台美人台语小说创作的真实人生咱相关活动的资讯佮有消息，大家拢会使伫咧 Facebook 也是 Twitter 拍即个台文破烂会，都拢会使找到咱的资讯，也是咱嘛有咱伫咧 Facebook 所经营的社团打到台语开讲社，遮拢会使找到咱活动的消息，咱未来拢会直接放送。好，安尼今仔日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咱的讲座咱活动就到遮，再会。